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，咱做伙来读圣经这个单元。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杰杰。各位朋友，你敢有去过牧场无？甚至亲像来饲过羊仔无？羊仔看起来拢真古水吼。有时阵咱阁会想，哇，因真正是足幸福的。啥物拢毋免来烦恼，就有人来照顾，有人来饲。今仔日我嘛要来读一篇相关的经文。今仔日咱要来读的是诗篇第23篇。这篇咱拢真熟悉，这篇嘛是一篇真水的经文。我每一摆来读，拢会感受到对心内的恩典，心内就充满了平安。诗篇第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仔，领我伫通安静的水边。伊予我的灵魂苏醒，为家己的名领带我行义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。你的拐仔，你的腿，拢安慰我。伫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互我的腹背满出来。我一世人定较有因非阻碍对着我。我要徛起伫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听起来真正足水的吼！这篇是大卫写的。大卫伊伫少年的时阵，就是一个牧羊人，所以伊真清楚牧羊人爱安怎来照顾羊仔。羊仔这种动物伊有几个特色，伊真正无胆，真容易就受到惊。伊的脾气嘛真固执，羊仔的眼光嘛短短，只会当看到头前，伊看袂远。伊个真容易着对人行，亲像咱时常会讲的羊群效应。因为羊仔有这几点的特色，所以羊仔伊真需要牧羊人来甲伊照顾。其实想起来，咱人嘛是同款啦。有时阵咱也会足无胆的，嘛会惊东惊西；有时阵咱的脾气嘛会真固执；有时阵咱的眼光嘛会真短。只看得到头前，看袂到远的代志，并且佫真容易来对人行，所以咱更加需要一位牧者，就是主耶稣。大卫伫这篇诗篇讲到主爱伊的羊有两个重点，第一。是牧者会为着伊的羊仔来预备伊所需要的。第二是牧者会保护羊仔，免互伊受到伤害。咱即马先分享第一点，牧者会为羊仔来预备伊所需要的。伫经文讲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仔，领我去安静的水边。伊予我的灵魂苏醒，为家己的名领带我行义的路。以色列地迄个所在，伊的气候冬天会落雨，草就会生出来。但是热天的时阵无雨，草就会较少。所以牧羊人伊就爱带羊仔去找草仔、找水。羊仔伊家己是无法度，拢爱靠牧羊人来引带。咱的牧者主耶稣嘛是同款，伊比咱更较清楚咱需要啥物，所以大卫伊较有信心来讲，我无欠缺。我嘛分享我家己的经验，我咧读大学的时阵，有想过要去做小工，因为会惊钱无够用。但是后来我决定时间留予教会参加聚会甲服侍。每一摆到月底的时阵。看起来钱解释无够用但是真奇妙，神拢有伊的安排。
有时阵真感谢主哦，伫月底的时阵得发票，有时阵会有亲戚予我红包，有时阵有教会人得请食饭。虽然生活毋是讲足好野的，但是将来就无欠缺，无缺乏。马太福音嘛安尼写着讲，马太福音6章33节，恁所需要的这一切物件，恁的天父是知影的。恁爱先求神的国甲神的义，其他的这物件拢要加互恁啦。所以朋友啊，既然主耶稣是咱的牧者，咱敢无法度放心，甲需要的来交互伊吗？第二个分享的是，牧者保护羊仔免受到伤害。经文讲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你的拐仔、你的腿拢安慰我。伫以色列大部分的地是山地甲山峦，若是要去找草地甲水，往往拢需要经过山谷。山谷黑暗暗，野兽拢密伫遐，对羊仔来讲是真危险。但是大卫伊讲，我毋惊，因为牧羊人手中有拐仔有锤，拐仔短短真长，会使摕来拍敌人，嘛会使摕来管教羊仔。锤长长，头前有一个弯钩，会当交夹毋着的羊仔转来，也是甲拨落去的羊仔勾起来。这就是咱的主，伊会保护咱，嘛有咱一个，免伫咱沉沦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过去也是现在，敢有拄到过困难，感觉家己行伫新的山谷？可能是因为身体病痛，可能是工课的困境，或者是家庭的压力。但是请记的，山谷只是一个过程，毋是终点。主会陪咱行过去，头前就是青翠的草坡啊，甲通安息的水边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做主的羊仔真正有福气，咱有牧者来照顾，知影咱的需要，佮保护咱，带咱行正路。所以咱着爱时常听伊的声音，踮伫伊的殿内，享受伊的恩典。咱刷落来，要做伙来做祈祷，奉主耶稣圣名祈祷。主，咱知影你是全能的主，你是咱的牧者，你熟悉咱，就亲像牧羊人熟悉伊的羊。主，你也真正知影咱即马所需要的是啥物，无论是咱生活顶悬的需要，心灵顶悬的需要，甚至是道理顶悬的需要，你拢知影，嘛愿意来赐予咱。虽然咱有真侪软者，身躯边有真侪试探含引诱，就亲像死荫的山谷来围绕着咱，但是咱因为较无你为咱所预备的青草地，较无你为咱所预备通安息的水边，咱愿意倚靠你来行过这条路，因为咱嘛相信，一路有你的拐仔甲你的腿来保护咱、带领咱。求主继续保守咱，加添咱的力量，互咱有气力来奔跑这条天国路。时常读圣经、听道理，来谨守尊敬你的吩咐，伫你的殿中持守这份生命之道，享受主恩典的滋味。最后，祈求你看顾保守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互因甲咱同款会当得到所需要的帮助。愿一切荣耀、颂赞、阿乐，拢归伫咱天顶的爸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亲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特别伫遮完成。若是你对今仔日的节目内容有感动，想要分享，还是有问题，拢会当伫留言区甲咱分享，还是发问，嘛会当将节目分享予身躯边的亲朋好友。嘛欢迎到徛街附近的真耶稣教会，甲咱做伙查考真理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欢迎下摆空中再相会。